時間咧少咗更新啊，因為咧我嘅皮膚有一啲敏感。咁喺我一段時間之後咧，而家好翻晒啦，同大家分享下做咗啲咩啦。首先咧就係飲食方面咧，我就係食翻健康啲啦，因為前排食咗好多零食啊，同埋每朝早咧我都會整西芹汁。咁呢一個西芹汁咧，我連續飲咗3日之後咧，都已經有降紅啦，同埋冇再生一啲粒粒啊，因為咧佢係有呢個消炎嘅作用嘅。咁我通常咧就係大概3斤嘅西芹，再加半個蘋果。咁如果想要甜少少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加少少椰子碎咁樣咧，飲落去咧會更加容易接受嘅。皮膚管理嗰方面咧，就最好唔好化妝啦。但如果真係要化咧，我都會用呢個大綠色嘅防曬隔離霜，佢可以遮住一啲紅嘅同時咧，都有呢個亮白嘅效果㗎。而呢支積雪草深層修復霜都好有用啊！咁咧佢係天然活泉水嘅成分啦，咁就係有呢個修復嘅功效嘅。日頭咧我就會薄薄地咁樣搽落去面霜啦，夜晚咧我就會搽厚少少當係一個瞓覺嘅面膜。咁我發覺咧，其實搽咗2日之後咧，都真係少咗紅啦，同埋皮膚咧係靜靜咗好多啊。同埋提大家咧都要飲多啲水啊！咁希望咧我呢幾個 tip 可以幫到同樣都係敏感啲啦，或者係會炎症嘅朋友。